的华裔小明星。马丁其中一个最大的愿望是长大以后成为世界和平大使，为世界和平多做贡献。他并且是个数学小天才，喜欢数学竞赛，多次为纽约争得荣誉。那么今天我们的小天才马丁，他叫秦马祥是吧？为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歌曲呢？财神到。好，谢谢，我祝大家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， 恭喜发财 ，Feliz Año Nuevo， 马到成功，谢谢。太棒了，请马。